而家嚟到2015 M2 第二條，咁佢首先就俾咗一個 function 嚟啦，咁我哋就 D 一 D 佢先，咁都係用翻寫前面 D 後面咁樣呢種技巧，咁 dy/dx 就等於先對第一個函數做 differentiation 佢先啦，咁就寫前面 D 後面 D sin cos 啦，寫前面 D 後面再加翻寫後面 D 前面 dx 咪 D 零一咯，咁 D cos 係零負 sin，咁就係變咗做咁樣嘅嘢啦，咁即係 x cos x 啦，咁我哋 D 多佢一次，咁就係寫前面 D 後面啦，再加翻寫後面 D 前面啦，冇問題，即係 cos x 減翻 x sin x 啦。咁我哋做完 A part 啦，咁就做翻 B part。咁 B part 佢就係俾咗呢一個嘅等式你啦。咁其實你代翻晒所有嘢入去之後，就會見到一啲嘢。咁我哋試下代翻所有嘢入去先啦。咁 x cos x 再減翻 x 二次 sin x，即係如果做嗰陣時會抄翻多一次題目之後先代咯，咁樣會比較好啲。k x cos x 再加翻 x y，個 x y 咧，其實你將個 y 代翻入去呢一嚿嘢就可以啦，即係 x 二次 sin x 啦，再加翻 x cos x 就等於零。咁我哋睇下有冇嘢可以弱減。咁其實好明顯可以見到 x 二次嗰嚿嘢可以弱咗佢啦。咁之後我哋就會見到兩個 x cos x 再加 kx cos x 等於零。咁我哋見到有嘢可以抽出嚟喎，x cos x 二加 k 咁樣呢嚿嘢，因為佢講咗題目一個條件係 for all real value of x 嘛，咁即係我哋可以直接話二加 k 係等於零咯，k 就係等於負二。如果我哋要寫嘅話，通常會寫到一步就係、嗯，since equation is true for all x belongs to real，咁就會 implies 到二加 k 等於零，即係 k 係等於負二咁樣。即係因為佢其實講緊係 x 係乜嘢數都冇問題，x 係乜嘢數佢都會符合翻呢一個條件啦。咁所以我哋嘅可變量就係得呢個，咁我哋淨係需要考慮佢就可以。